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9章第1节到第17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32节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立约。约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整本圣经都提到，都是上帝跟人立约以及实践的这样的过程，就如婚约一样，圣经经常以婚约的关系来形容上帝与人的关系，因此约是上帝与人关系的重点，是这个信仰关系最基本的要素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4节，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：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愁烦，要信上帝，也要信我。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若不是这样，就不会说这话。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，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。我要去的地方，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。这个是一个应许，基本上呢，就是奠基在犹太婚姻的一个立约基础。新郎与新娘都彼此来约定，订了婚之后，新郎则跟着父亲回到家里，并且呢，由这位父亲就为新人开始建设新房。一旦完工之后，父亲就会宣告迎娶这个行动开始。这一段期间到底有多长？什么时候会完成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只有父亲那一位上帝知道。但是这一位代表上帝的父亲是一位守约的父亲，时候一到，他就会宣告，并且带领迎娶的队伍。这个约就是这个应许，就必然便是会实现的。当洪水泛滥淹没大地，除了方舟里面的挪亚的一家人以及所有的动物以外，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。虽然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得罪了上帝，没有遵守与上帝的约而放纵了自己，就如同耶稣基督说的，与新郎的家人谈好了婚约，等不及新郎的来到，新娘就毁了约一样。虽然如此，新娘就必须自己去面对领受自己所遇到的这样的死亡的困境。虽然如此，上帝仍然蛮有怜悯的，他反而不舍得世人所受到的困境，因而就与人再度的立约。这也是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第17节这样的记载说道：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，我现在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以及地上所有的动物，就是那些
跟着你们从船里面出来的牲畜、飞鸟等等立约。我应许你们，所有的生物绝不再被洪水消灭，不再有洪水毁灭大地。我使我的彩虹在云端出现，作为立约永久的记号。这约是我与你们以及所有生物立的。彩虹是我与世界立约的记号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在天上铺上云彩，彩虹在云端出现，我就记得我与你们以及所有生物订立的约。洪水不再毁灭所有的生物。当我看见彩虹在云端出现，我就记得我与你们和地上所有生物所立永远的约。这就是我与世人所有的生物立约的一个记号。彩虹的约定是因为在这个大雨之后，就是灾难，大雨代表灾难，出现了阳光，就是有上帝的应许与盼望。上帝与人这样的立约，不让世人再受到伤害。如果我们愿意守约，遵守这个他的旨意来行，上帝就会将应许之地的这个新房为世人为我们预备好，并且让我们得以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，得恩蒙福，领受上帝的救恩。守约是立约的实践，守约也是信心的考验。因为看不见将来，看不到结果，所以就只能耐心的等候，专心一意的遵守上帝与我们的约定，这样才能领受上帝的应许。凭借着信心，对于看不见的事物有盼望，就能够战胜周遭的困境。希伯来书提到了历代信心的前辈，他说道，他们借着信心战胜了周围的国家，他们施行正义，领受上帝的应许，他们堵住狮子的口，扑灭了烈火，逃脱了刀剑的杀戮。他们由软弱变为刚强，在战争上发挥威力，击败了外国的军队。借着信心，有些妇女接纳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亲人，另外有些人拒绝被释放，宁可死在酷刑下，为要得到更美好的新生命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，也有人被捆绑、被囚禁，还有人被石头击毙，被锯子锯断，被刀剑杀死。再有人被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到处奔跑，忍受穷困、迫害和虐待。这世界不值得他们居留，他们像难民一样，荒野山林间流浪，在山洞和地穴里栖身。这些人的信心有着很不平凡的记录，可是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所应许的，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做更美好的安排。他的旨意是他们必须跟我们一道，才能达到完全。
大水是挪亚时代的困境，那个时代的大灾难，而历代的以色列人也都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这种困境，但同样的也都凭着对上帝的信心，他们就领受了上帝的约，而在正义上面来坚持，也诚心实意的谨守这个诫命，就如同那个新郎在订了婚约之后，他耐心等候着父亲的工作以及时间。这新娘呢，也学习静静的等候，等待新郎的来临。虽然她不知道新郎迎娶的时间，但却甘心等待，并且愿意做好完全的准备，就是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成为那有智慧的新娘，遵守着约定，期待着约的应许来实现。诗篇124篇，拯救者上帝，以色列啊，你说要不是上帝帮助我们，会怎样呢？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了。洪水已经卷走了我们，浪涛已经淹没了我们，激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罗网，罗网破裂，我们得自由。我们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。虽然我们曾经背离，曾经得罪，但是上帝仍以慈悲怜悯的爱来与我们立约，将救恩赐下，让我们能够得救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